新闻消息来关心，疾管署公布今年上细汉流感死亡的案例，是南部一个11个月大的婴仔，伊为着了后引起肺炎、心肌炎，带入加护病房，同工就过往。另外，即马咱天狗日的疫情嘛也未收煞，顶礼拜佫新增加7个死亡的案例。 天狗地疫情有进步，顶礼拜全台增加1521个天狗地本土病例，其中包括一个母仔对地感染个案是北部新生儿。母亲产前捌感染天狗地个案出事5天了后，有发烧症状，经过采检了后也确诊，目前查某婴仔由原咧住院治疗中。这也是今年8月以来第2个母婴对地感染天狗地的个案。 小朋友在出生之后，那其实是没有回到社区的，他一直是在医疗院所，所以我们推论呢是应该是这个妈妈在这个生产前感染到了登革热之后，那经过这个胎盘啊之类的这个途径，然后传染给小朋友。 另外，流感疫情也继续发挥，出现本流感季，年纪上细汉死亡个案是南部11个月大的查甫婴仔，有先天心脏病，因为继续发烧未退，活动力下降，送医急救的时已经引起休克，带入加护病房迄天就不治死亡，未发病到死亡只有短3天。经过检验检查的结果，发现是说他已经有并发肺炎跟心肌炎的情形哦。那他在这个收治住院之后呢，虽然经过这个积极的治疗跟抢救哦，那不幸还是因为病况变化的比较快，所以在住院的当日就不幸的过世。另外，相关疫情也各反馈，顶礼拜新冠肺炎并发症有43例，比前1礼拜提升。过头一摆检出 BA.2.86 变异株境外移入个案是 Omicron BA.2 主带变异株。疾管署再次呼吁民众，新冠 XBB.2.5 疫苗对抗目前流行的变异株，拢有免疫保护力，请符合资格的民众赶紧做检查感染甲重症风险。记者综合报道。